李幼斌話：我阿爸阿媽都仲健在，阿爸98歲，阿媽95歲，依家都住養老院。每次去探佢哋，我都好辛苦。人老咗，每多1歲都唔容易。呢句說話唔係煽情，而係一種藏住無奈嘅沉痛，就好似佢喺《亮劍》裏面演嘅李雲龍，唔認輸，硬正，有股狠勁，但喺現實生活，面對年老嘅父母，佢都不得不服軟。佢唔係明星咩？點解會送父母去養老院？係咪唔孝順？但如果真係去了解佢父母嘅情況，就會發現呢唔係一種放棄，而係佢盡咗力之後做出嘅最理性選擇。李幼斌嘅阿爸係京劇界嘅老藝人，年輕時同梅蘭芳、馬連良咁嘅國寶級人物搭過戲，阿媽都係一位旦角名伶。佢哋曾經好風光，係舞台上嘅焦點同觀眾心目中嘅驕傲。但時間唔會因為你曾經輝煌就對你手下留情。98歲同95歲呢兩個數字背後，係每日都要專人照顧嘅生活，係隨時可能發生嘅突發病情，係一句我想飲水要幾分鐘先傳到嘅遲緩反應。李幼斌今年67歲，由14歲開始演戲，整整50幾年，幾乎將一生都耗喺戲劇同影視入面。佢唔係普通嘅演藝人員，係要拍主角、要頂戲、要去外地跑劇組嘅演員。佢試過請護工喺屋企照顧父母，但高齡父母嘅身體唔允許出半點差錯。有一次，佢阿媽喺屋企凌晨突發低血糖，保姆驚到唔知點算，差啲搞出大禍。之後，佢先開始認真考慮送父母去專業護理嘅養老機構。依家嘅養老院同以前唔同，李幼斌揀嘅係北京一間高端醫養結合機構，有24小時醫療站，醫生護士輪班，營養師制定食譜，護理人員1對1照顧老人。對失能、半失能嘅老人嚟講，呢種環境比屋企安全好多。佢唔係唔想陪，而係真係陪唔到。每次拍完戲翻嚟，佢第一件事就係趕去養老院，帶埋父母最中意食嘅餃子，陪佢哋傾下偈。有時阿媽已經瞓咗，佢都坐一陣先走。有人話仔女唔喺身邊嘅養老院，就算再豪華都好冷清。但李幼斌唔係將父母一抌就唔理，佢做嘅係另一種陪伴方式，將專業嘅照顧交俾專業嘅人，將情感嘅連接緊緊捉住。佢嘅痛苦唔係因為愧疚，而係因為無力。佢想陪，但真係騰唔出咁多時間。佢能夠做嘅就係盡能力為父母揀最穩妥嘅後路。呢種孝唔係將老人留喺身邊俾鄰居睇，亦唔係每日喺朋友圈晒同父母嘅合照，係了解父母需要乜嘢，然後想辦法實現，係喺現實條件下做出最合適嘅安排。喺我哋呢個社會，養老問題一直係個敏感話題，尤其依家人口老齡化加劇，獨生子女家庭普遍，好多中年人好似李幼斌咁，夾喺事業同家庭之間，兩頭為難。有人選擇辭職返屋企照顧父母，有人請護工，有人同李幼斌一樣送父母去機構養老。每種選擇都有代價，冇咩標準答案。但問題就係，好多人對養老院都有偏見，一提到送父母去養老院，就覺得係唔孝順。其實依家嘅養老院早已經唔係以前咁嘅老人集中營，好多機構有康復中心、心理輔導、營養餐、文娛活動，甚至有細路仔去做義工陪傾偈。對高齡老人嚟講，呢種環境比仔女忙到焦頭爛額仲要硬撐住好得多。李幼斌嘅公開發言其實係幫好多人講出心聲，佢承認自己嘅痛苦，亦唔迴避現實。睇下嗰啲喺醫院門口焦急等待嘅人，睇下嗰啲喺屋企照顧癱瘓父母累到崩潰嘅中年人，再睇下嗰啲為咗細路仔放棄工作嘅女性，邊個唔係盡咗力？但盡咗力之後，選擇唔同，結果都唔同。李幼斌選擇養老院，係對父母身體狀況同自身能力嘅雙重評估，呢唔係逃避，而係承擔。仲有一個細節好打動人。佢話佢驚父母走咗之後自己會後悔，所以每次去探父母都盡量唔帶工作情緒，唔講煩心事，唔提屋企嘅矛盾，
只係靜靜咁陪住。中國人講孝道，但時代變咗，依家嘅孝道唔再係簡單嘅衣不解帶侍奉床前，而係要有判斷力同執行力，唔係陪喺身邊就叫孝，能夠令老人有安全感嘅生活，先係真正嘅孝。李幼斌嘅選擇戳中咗好多人嘅痛點，唔係所有人都有佢咁嘅經濟條件送父母去高端養老院，但好多人都有類似嘅困境，想照顧但冇能力，想陪伴但冇時間，想堅持但冇辦法。佢送父母去養老院係一種最唔情願嘅正確，佢冇粉飾現實，亦冇迴避批評，佢只係用行動話俾大家知，喺無法兩全嘅選擇中，盡量唔好令自己後悔。可以批評佢嘅選擇，但唔可以否定佢嘅盡力。呢背後嘅矛盾係一代人共同面對嘅。我哋嘅社會都需要由形式上嘅孝走向實質上嘅孝，唔好用道德綁架綁住所有人嘅脊梁。每一位盡咗力嘅人都值得被理解。李幼斌嘅故事唔係個案，更似一個時代嘅縮影。佢嘅困境係無數中國家庭嘅現實。我哋終有一日都會企喺呢個十字路口，面對留低定送走嘅抉擇。到嗰陣，希望我哋都可以好似佢咁，盡己所能，然後唔留遺憾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